的10歌专辑里面收录很多精彩的女生所献唱的经典歌，徐富凯用这个男生的角度的重新的演唱诠释跟致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而且宣布在今年2021年我们要前进台北小巨蛋，掌声鼓励！所以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冷冷的天，让徐富凯用他的歌声温暖我们的心。徐富凯，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口罩脱下来了。欢迎徐富凯！谢谢台中的朋友，来台中就一定要跳恰恰，对不对？好，来，一起会唱的朋友唱哦。双手借给我一下，抱甲安安安，唔通抱啊抱甲这为难。莫问敢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今嘛拖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我嘛犹原唔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离开，会晓唱无？踮在你的身边，惊无人知影，是讲着自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抱你抱甲安安安，唔通抱啊抱甲这为难。莫问敢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今嘛拖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我嘛犹原唔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离开，换你们唱了好不好？踮在也无人知影，是讲着自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一个人，踮在你的身边，也无人知影，是讲着自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韩律跳恰恰，谢谢。哎呦，好不好听？随便唱就100分呐，凊彩唱就100分啊，人家好听啊。我那个是唱现场的哦。我知，不是放 CD 哦。徐富凯先跟这台中的大家打个招呼。谢谢所有台中的朋友，今天到现场啊，好开心哦！见到你们就好温暖的。真的。对哦，鼻水一直流，也真的吗？需要卫生纸吗？来，我们这边现场很多爱的卫生纸，爱的 tissue， 有吗？爱的小纸巾哦，这边有1包，来。谢谢。哎。
感谢来，谢谢。啊，这拢炸到一台北啦。嘿啦。哦，小巨蛋也在赢啦。好来，你休息一下。哎，今天感觉你真的很会选时间办，寒流来呢。真的，霸王级寒流哎。真的是呢。对啊，但是我跟你讲，因为呢，来到台中呢，最著名的就是太阳。哦对哦，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太阳跟可爱的人情味了。还有太阳饼。哦对。对，所以啊，见到大家都像太阳饼一样。哦，温暖。又可口。很温暖又可口，好好吃，每个人都好可爱，好漂亮。谢谢你。但是我刚刚真的提到说，哦，你这次真的想了很久，思前顾后，终于决定你要站上台北小巨蛋呢。是台北小巨蛋。感觉怎么样？就没有讲，就定位呢，真正就心情好杂哟。对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月中我要开始团练了。对，然后呢，那些歌曲也差不多准备，已经都90%了。是。对，然后就是好好的进团练习。希望带给大家就是不一样的台语演唱会啦。真的啦，而且你最近感觉就是听说狂健身哦。我刚刚本来跟大家说，你今天不打算穿外套啊？你等下呢，对吧？蹦，他得腹肌。无啦，我若感冒要安怎？啊，对。对啊，感冒无法度。我你想我看买啊，感冒。你。刚刚我小腹感刚刚没败哦。但是我要跟你讲，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很谢谢阿关，阿关姐姐，她真的从台北下来，然后主持我的签唱会，很谢谢她的帮忙哦。我跟她认识好多年了，那呢，这几次的那个重要的场合，比如说高雄巨蛋的演唱会，然后 TICC 的演唱会，都是阿关姐帮我主持的。哎呦，的记者会，对，所以我要很谢谢她，再给她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谢谢我们这个小凯喜练不甘甜啦，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这个很多可爱的粉丝见面，因为你的歌迷都就勾追耶，很可爱。真的，所以提到你现在这个演唱会的进度已经准备的差不多咯。差不多了，前几天去看了舞台的那个设计稿，真的很特别。是哦。对，我就想说，哇，演唱会的那个导演真的把我当做5月天在办哎。你是啊。不是，因为那样子的规格真的只有在演这些超高标的所有的那个前辈才看得到的，对啊。对啊，我刚刚在楼上说，一个被实力耽误的偶像派歌手啦。不偶像啦，讲得这么 enda 我实力派歌手啦，嘿啦，不偶像。实力派歌手，但是不小心具有偶像的外表啦。感谢我爸妈啦，我不知道怎么生的啦。但说真的哦，之前那个二姐啊，真的就跳秀哎。是二姐，我好谢谢她。昨天前天应该是有看到我脸书有发了一个影片吧，是二姐给我的话，她真的很照顾我。对，窝心啦。对，还不知道怎么讲，在演艺圈，然后可以对我来讲，以前她就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巨星，高殿堂的巨星。我们学唱台语歌呢，它是第一指标，一定要会唱他的歌。你管的所在啊。对啊，那没想到当时川哥陈川先生就跟他讲这一件事情，他一口就答应说好要帮我录，然后哇，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对啊，而且他重点是，他现在都很关心我现在演唱会进行的如何，每天都督促你。对，然后呢，演唱会准备的怎么样？歌准备的怎么样？对他好像是突然间觉得好熟悉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像寇桑，就很像寇桑。因为前几天我跟他聚餐嘛，然后呢，他就也问那个问题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二姐真的是很暖心的一个前辈。真加戏呢。虽然这个二姐的这个已经封麦了啦，但是她的这个对于后辈的照顾，对于你的关怀，是永远都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就温暖的啦。对啊，对啊。所以这次你这个10歌专辑也很好听呢。系啊。为什么大概介绍一下？我虽然他们都已经听到很熟了啦。大家都已经听到那个唱片快要坏掉了。如果坏掉的话，我们那边好像也有在卖。个被一张人个听无够，嘛爱送朋友吼。过年要到，我爱唱片甲红包做伙送，迄是一个足温暖的代志。哦，你足高飞呢！来，大家用新台币让许富凯的专辑下架，好不好？对呀，这样可以早点回家休息啦。对啊，天气真的很冷哈。但10歌真的不容易哦。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一次发了这个翻唱的专辑《一圆我的梦》啊，出道第1年我就很想做这样的事情。那我知道我身边从小到大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很照顾我，
所以呢，一定要出一张跟查某人有关系歌的唱片。对，那查甫听到吼，买当学起来唱吼，家己的某听。对啊，男生女生听了都会有共鸣的新时代台语歌，是，对不对？经典的歌，可是呢，你用这个男生的角度出发，重新的演唱跟诠释，是。哎，但今天你平常是不是个怕冷的人啊？要会惊寒啊？哎，我其实比较不喜欢夏天。哦，是哦。冬天我比较喜欢。哦，当天你比较悠游自在啊。因为穿的衣服会比较好看。哦，帅气有型就对了啦。对啊，就想说哦，来台中就是要穿较迄个的。哦，穿跟他发歌嘞，吼，周润发的呀。龙老。噔噔噔。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噔噔噔噔噔。谢谢。耶！哦，凊彩甲恁点拢点袂到呢。实力派歌手啊。真的是呢，啊，无今日十条卡拉拢有传无？当然是，人要唱是无问题。啊，不过我暗时啊，刚到光良的演唱会。哦，你们做嘉宾哦？没有，要去给他看一下，因为光良大哥啦，光良大哥一直有邀请我，然后我想说啊，刚好今天在台中，那一定要回去看，见习一下嘛。对啊，先预习一下，他是这个今年1月份第一场的小巨蛋，是光良哥哥啊，你是新年的第一场，对，小巨蛋，对，所以呢是这个新年跟农历新年呢，你们就是互相惺惺相惜啦，就是英雄惜英雄，对啊，英雄惜英雄，而且他也很照顾我，也很疼我，对。然后刚提到说，今天那个台中的粉丝很暖心啊，听说他们准备礼物要送给你哎，礼物？哎呀，你就 cake 啦，那呢啦，人来得好啊，个上类那好意思。对啊，对，别走一走休息。对啊。听说是一件很温暖的礼物哎，会让你这样觉得哦，就温暖呢。很温暖的礼物啊。温暖呢。是。你们有话吗呀？我先猜猜看不？哎，你介意多几款呢？性感内衣你喜欢，睡衣你喜欢多几款呢？小丁丁。因为我看我妈哈都穿有蕾丝的，没有啦，开玩笑的。哦，媳妇改妈叫你 sexy 哦。我妈好像也有来啊。我妈有来哦。好像有来。叫你性感哦。你看一笔来对比啊。对，请问唔汤啊呢？这边会变成全场的焦点。你以为他穿性感睡衣来是不是？你想讲现在媳妇敢搞爆料啊呢？这死囡仔吼，真正死对，好个尬死节。对啊，等于给好给你叫狗出来。对。啊，你形容看没啊？温暖的礼物啦。温暖的礼物那就围巾，要不然就是羽绒衣，对，帽子有可能啊，毛帽之类的。难不成是口罩五箱是不是？哦，帽子、围巾、口罩。对啊，羽绒衣，没有，我们关心的是你更往下面一点的幸福。哈？你说再往下面走一点点。你说下肢吗？不就袜子？再下肢再上一点点。啊，看到这个牌子我就知道了。啊，这位，你梦寐以求的性感小裤裤。Calvin Klein。Calvin Klein， 我今天穿的也是 Calvin Klein。哎呦，阿 K， 台上会直接换掉哦。没有，可以露一点头啦。哎，很大。你真这样给？先看一下到底穿对不对。对啊，万一穿错件，你先干。这个穿的是你先检查一下哦。穿的是那个3只雨伞，不是。你都跟我们出小裤裤，有无？你这今天各位许富凯大。是啦，是。是吗？你要给大家看哦。你看给你小凤的眼睛遮起来，未成年不要看。会长针眼哦。不是，会健康的微笑，会笑出来说哦，人家袂歹。啊，你要改看那部不？今天嘛，我看一下，哎呦喂呀！今天我感觉嘛有呢。真正假？你摕出来我来看。款式感觉差不多哦。哦，果然我这加持过的啦。这啥？可以加持过？可以加持过啊，好你指南宫是不是？对哦，好你小巨蛋唱个顺呐。哎呦！那也好意思啊，安尼。这条好像变红内裤哦。这 size 敢对？最近是不是 XL
XXL。哦，我大啦，我 M 的啦。哦，你 L 的啦。哦，这样，红摄影记得啦。谢谢许富凯的粉丝这么贴心送上了这一条鸿运当头的红色小裤裤。我一定要说，演唱会我就穿上去，直接这样开场啊？对啊，就姐是不是直接让大家先嗨一下嘛？你们觉得 O 不 OK？我那个不是喜欢这样的设计的话，来点掌声。我那个不是猛男秀，怎样？我那不是猛男秀，不是，我是合家光临的那个演唱会，台语演唱会，好不好？没有啊，你先这样子出来嘛，然后再一件一件穿回去。我没叫你不要穿。你好夸张哦你！哦，上面还有一只牛呢。哎，牛年的开运红内裤啦，所以呢，希望这个富凯真的，我觉得新的一年要到来，你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然后也给大家一些很棒的新年祝福，好不好？对我来讲，我觉得先帮你收起来。OK，2020年呢，真的是一个比较让人家难过的一年，但对我来讲，我收获很多，因为呢，做了好多事情，比如说去拍戏，然后再来就发专辑，接着下来就是演唱会，所以2020年对我来讲收获满满。但希望2021年呢，我身边所有的粉丝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很平安跟健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重点是，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可以很健康，这是也是一定要的。对，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最棒的新年愿望。对，然后小巨蛋成功圆满，就这样。耶，小巨蛋见。那今天这个富凯穿得这么帅啊，关键先帮你保管一下麦克风，好啊，让大家可以拍一下你舞台上面帅气的单人的照片，好不好？没问题，来，谢谢。来，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可以拍照啦。许富凯真的很会唱，很能唱。这一次呢，也是特别推出了这一张实歌的专辑，是他一直想做的作品哦。小裤裤啦，他指名要小裤裤啦。啊，不是哦，张记者比较好发稿啦。牛年的他刚刚还客气的，牛年可爱小裤裤哦，比一下是不是？摄影说要放在相对应的地方，对，超人的感觉哦，各位。我们的许富凯超人2月20就要来成功的飞进小巨蛋啦！感谢大家一路的相挺，让他们这一次真的吃了定心丸啦。有点阴丢，但是呢，一切万事 OK。好 ，OK， 那富凯难得机会，你要不要背转身跟大家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谢谢。来，我们请摄影哥哥上来，然后大家呢就是往这个舞台方注意安全哦，不要推挤哦。然后如果你有这个专辑或是海报的话，可以给我们秀一下，好不好？然后当然那个要一点动作，表情会生动，我们就一起喊许富凯，我爱你，好不好？对，然后可以拿专辑啊，拿这个海报啊，借我们拍一下。好，专辑借给我们，准备好了吗？1、2，还没。好，来，1、2、3，许富凯，我爱你哦。好，来，1、2、3，许富凯，我爱你。谢谢，哟，开心，可以吗？好。谢谢哦，那你今天只唱一首歌，当然是不行啊，交代不过。对啊，今天要唱主打歌啊，要唱一下吧。来啦！对啊，而且大家都很喜欢这一首歌，不仅仅是我的版本，妍姐版本已经很受欢迎了。对，只是呢，借由我的声音再让大家听一次。所以这首歌叫做是《送你送到家》。哎呀，但看大声的吼！好，欢迎许富凯火刷金，谢谢。来哦，我们前面的蹲下，对，就到后面的朋友了，谢谢。天气有点冷啊，不是有点，是真的很冷。然后呢，大家多喝温开水，穿保暖一点，那个围巾就把它拿出来围了。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来，第一句先给你们，1、2、3。有缘是路好面，野山陪你行，想当时行到阵，两人相爱，情海
是多变卦，目屎像雨声，流恋敢有脚纸，无嘛准线。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 再提起无聊的手纸，你若无心来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 是落雨面，野山陪你行，想当时行到阵，两人相爱。情海是多变卦，目屎像雨声。 唱啊！送雨伞，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你若无心爱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 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你若无心爱牵拖。 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 雨伞。欧萨奖，谢谢，谢谢。哦，真的很好听哎，许富凯。谢谢。哦，真的，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这边听你唱歌，先稍微的那个温习一下，温暖一下耳朵，然后呢，就准备这个2月20号前进小巨蛋的。今天听说你很有心，你还要准备棒棒糖送我们哦。啊，对，棒棒糖啊。因为呢，在我的这个雨伞型的 MV， 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某一个牌子的棒棒糖，对。那今天呢，我也准备了，要送给大家。待会呢，就是大家发完之后啊，先不要吃好了。哦。我们等这个最后的时候，把棒棒糖举起来。信物是一种信物。对，开了就把它吃了，这样子哦。等到最后。好，以后大概加滴滴啦。美你生好心。哦，水。加滴滴，够啥？明年安怎？啊，今年就生啊，今年就生啊嘞。哦，好。哎，拢会使啦，看要生啥拢会使。有人摇手说，唔通啦，无想要我生啊啦。无啦，唔是讲你生。不是。你生啦。我会再生专辑出来的。哦，这个一定要啊。哎，你说的哦。所以自己当老板好不好玩？当老板哦。老板呢，当的呢。不啦，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歌者，然后呢，身兼一个职位就是徐老板。没有，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到某一个阶段，好像每个艺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成长跟计划。对，所以对我来说，当老板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可怕，或者说压力很大。那反而呢，因为我的团队呢都非常的好。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这样子就好好的，我把歌唱好比较重要。大家团结一心，在后面都是你最强而有力的后盾。是的，是的，没有错。好，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准备一下，我们让这个徐富凯为大家进行签名喽，没问题。好，谢谢富凯，等会见。谢谢。来，先休息一下。OK， 感谢大家。那呢，今天这个富凯跟大家聊聊天，唱歌，感觉就甘心呗。也感谢各位的。好，刚刚那个参加 Hit FM 91.5的幸运听众小莲台上等一下就要有个颁奖时间。好，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桌子稍微往旁边撤一点点。好，我们把那个桌子往旁边稍微撤一点，这样对，拍全身比较帅气。好 ，OK， 然后再来是要颁奖时间。我们刚刚这位参加脸书活动是连什么？连成宇，华晨宇的亲戚啦。好，来连成宇，恭喜他！哎呦吼，对，得到了许富凯亲笔签名 Hit FM 91.5的文件夹，还有跟富凯合照的机会，谢谢你，谢谢。So lucky 啦，真的幸运。好 ，OK， 他们说下一位是我。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是感到自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来啦，许富凯，麦克风帮你准备好了。你刚刚是不是要拍一张棒棒糖的照片啊？对啊，你们棒棒糖拆了吧？谢谢。来啦，你也可以拿一支。好啊，那我拿。橘色的好了，好，谢谢。对，我们呢让这个许富凯跟全场的大家拍一个信物，好不好？信物的合照。对。有的人先回家了，是不是？天气比较冷哦。对，可能去里面那个喝热饮了啦。那麦克风先帮你 hold 一下，好啦。对，棒棒糖举高。然后大家一起说，许富凯，跟你讲弟弟，今年你自己生好戏，自己变了生，耶！谢谢，等下让富凯跟大家再说话了哈，因为这个今天难得啦，所以真的是很久没有办这样公开签唱会的活动，对不对？对，好久了。重点今天很谢谢台中所有的朋友，还有来自台湾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然后明天呢，我会在高雄，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高雄走一走，顺便来看看我，让我看看你们，谢谢，好不好？最后把那个许富凯灯牌点起来。
哎呦，他们小巨蛋就要这样去，小俊，对，就要这样子，没有啊？好，对，有亮了。我要跟那些 LED 大哥说一下，对，一摊外景嘛，摊盖子呢。丢啊，许富凯对啊，富闪闪烁烁，你知道吗？香兮兮。你知道田馥甄田妈跟我讲什么？怎样？田妈说，我跟你讲，我那个哈，我灯牌也会准备。哦，田妈真的是很，田妈很可爱。哦，谢谢你们，谢谢。哇，感谢。Harry Kai。对，我来台中啊，刚签名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熟面孔。对啊，真的跟我10年了。然后呢，维龙生囝。对，然后呢，真的从少女变少妇，从国中生变大学生，真的，我觉得这一路以来，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感谢你们，回家注意安全，然后一定要保暖，感恩，谢谢。再一次也这个预祝富凯在小巨蛋的演唱会顺利成功，我们小巨蛋见！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或是明天高雄先见一下喽，谢谢，明天见，拜拜。拜拜。台语小天王，欢迎许富凯。哇哦！全场来点尖叫声一下，我刷起。谢谢，这是玫瑰花吗？哦。再来这一首歌，今天天公很疼我们这些好人，会唱的一起唱，天公听懂吗？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生的希望，无该情义着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爱，爱永远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啊一定会留予人。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换你。谢谢，真心梅姐姐应该会很开心。谢谢高雄朋友，二楼的朋友你们好，谢谢。感情无必要打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生的希望，无该情义着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爱，爱永远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哦！相信天公一定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人。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
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大声一点哦，相信天公拢会听哦，相信一摆我唔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拢会。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行走的 CD， 哎呦，你要牵我上来哦，怎么好意思？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再给一个最有活力的阿关姐一个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哎，你很浮夸哎，真的啊，很有活力啊，每次看到你就很开心。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回到了高雄啊，回到了家乡来办这个签唱会、签名会啊，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轻松自在？很温暖呐。哦，太温暖了。我刚刚去把发热衣脱掉，你知道昨天真的好冷。对，今天太阳就这么的大，而且你还穿高领哎，我真是疯掉了，我真的是，但也没有想到会太阳这么大了。对对对，因为有现场这些朋友们，粉丝高雄的朋友们，谢谢。对，他们都是那个温暖的发电机啦，也符合你这个暖男的封号啦。好几瓦呢，这样。哦，真的吼，不打8万瓦，好几百万瓦。对啊，哎，所以真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凯啊，是2016年你也在后面的高雄巨蛋办过演唱会，是2021年要到台北小巨蛋，对。那你当时的心情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2016年的时候，对我来讲，那个演唱会其实就是当然我也准备好了，是。那很多的东西都是公司的安排嘛。但现在就是到去年自己有出来就开了公司，自己成立了工作室。这一次台北小巨蛋演唱会自己参与的过程，我觉得投入蛮多东西的。对，尤其又是跟我们演唱会的龙头元火陈振川先生一起合作，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第一学习到很多东西，第二有很多自己的灵魂在里面。哦，了解啦。我刚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我们汉神巨蛋的那个楼管说，啊，你当时要登来高雄巨蛋办演唱会，啊有丢呢，啊，他们没欢迎哈。请讲来反驳失落感呢？失落，没有，他们现在慢半拍了，刚被晒晕了啦，中暑了。那我再讲一次好了，那个高雄那个楼管就问我说，哎，当时要抵高雄巨蛋办演唱会，一定要的啊。没啦，啊什么？今年呐，台北唱完就回高雄。行宫斗邓来旗舰场，对我来说，2月20这一天是我人生大事其中的一件大事。没错。所以呢，台北小巨蛋对我来讲，我会先把这件事情巩固好，做好，完美的完成。对，因为总是要有一些过程嘛，一些学习的东西，是，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也不排斥，真的也很开心可以回到高雄跟我们乡亲见面嘛。对，大家一起那个先让小凯年头的台北小巨蛋顺利圆满成功。对，你唱一唱有信心的说，不如回来高雄家乡办个3、5场嘛。哦，对啊，3、5场无算啥啦，你要搞3、5场哟，你是讲300个人呢？无啦，你算3、5场，我就下来3、5场。但是一定的啦，目标。对，目标高雄巨蛋，等他回来。对啊，如果要办也睽违好几年了。是啊，所以你又感觉更精进了，对不对？谢谢。你帮他定一下期，好，帮我们高雄巨蛋联络一下场地。一定好啦。12月19。爷生日啦！他生日啊！我那个心帮我们出个1000万场租，谢谢。好，干不呢？谢谢金主，干妈。我不想努力了。对，
你又不想努力了。但是我一定要问一下小凯啦，昨天你这个台中办完了哈，有回到台北欣赏光良哥哥的小巨蛋演唱会，对啊，你有看到光良激发人性的一面、激励人心的一面吗？你说冰块盒吗？对。光良昨天那掀起他的腹肌，好恐怖哦！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的旁边坐经纪人嘛，对，经纪人说：“哎呦，要死我！都已经50岁的人了，还可以这样的身材。”当。对，然后刚刚他的经纪人传讯息说：“啊，你昨天怎么没有来后台跟我们打招呼？”我说：“啊，拍谁啦？啊，但是原本想说哈，带我们身边这一些女性朋友们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冰块盒啦。”对。对啊。希望我2月也会有冰块盒这个东西。对，我刚刚正想问你，就是那个冰块盒，就是大盒一点没关系啦。比如光良可能是说20个的嘛，好，1盒20个的，你就1盒6个就好了。1盒6个，6个也很难呢。你比较浪一点没关系啦。你什么人家？我刚才差20，要讲20回，那我可能会当袂使啊。前面比赛，他有个榜样在那边。你要有斗志，好不好？我有斗志，我是说不能输人家。对，哇，你的斗志被燃烧，你不想输光良是不是？而且我跟他一样都是处女座的。哦，是啊。不练则已，一练就是要给他练个80块。你破了金氏世界纪录了。你好像在卖凤梨酥了。真的？那你现在那冰块盒的进度怎么样啊？进度怎么样？对呀，因为我觉得小凯比起去年，你又还是有在运动。我觉得运动很重要，尤其你看这个天气，寒天啦，那身体一定爱顾。那会使透早起来就去走一下路，让自己流个汗，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长辈啦。对啊，你不要回避冰块盒的事情。冰块盒现在就是若隐若现呐。哦，若隐若现啊，有那个吗？有那个人鱼线吗？现在应该是每个人不要发胖的就会有。对啊。所以你现在有，那我们就期待了，你就慢慢练。对，好不好？2月20号，我们到时候小巨蛋见真章。好，我其实这个时候就有哦，真的哦。这个时候拍海报的时候是有的。对。那现在没有，因为迷路了。不是，12月一直在宣传，所以也没有时间进去那个健身房。keep 住啦。对。哦，没关系，你现在已经开始要慢慢闭关了嘛。哎呀。要练团的啦，要开始做这个小巨蛋的准备了啦。是啊。对。有买票的朋友举一下手好不好？我看一下。有啦，而且我刚刚一打听啊，是好多人，有的人是从。对，第1张入围金曲开始认识你，有人从明日之星认识你，还有更多人是8大那时候都开始认识你了。哦，那时候菜椒啊，他们就认识你了。哇，那是对，人家菜椒啊。对啊，对。但是我们看小鸟也会变大雕。没有啦，会变天王啦。有新闻点可以写。对，所以今天你就是难得回来高雄嘛，是啊，多唱几首歌。有一首歌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吗？对，哪一首歌呢？来，大家雨伞拿出来。嘿，你把小雨伞拿出来了啦。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讲一下哦，北中南对我来讲都很重要。对，我用来请完哦。北中南对我来讲很重要。那其实昨天呢，在台中唱2首歌，我就很自责啊，是哦。想说怎么只唱2首呢？哎呦，怎么这样子？回来高雄是不是要多唱一点？对哦，你唱。哦，你很棒哦，很上道，很上道。毕竟我嘛是高雄出世的，是不是？各位高雄之光啊！我的故乡就是开10号对让搞的岐山。真的哈。对，而且这几条路都是我以前。在家咧走跳的。在走跳的。对啊。好啦，你大家好耍拢举好啊啦。啊，会晓唱啊，我走去唱好不好？好啊。好来，这条歌叫的是《火刷情》。火刷情，许富凯。不能哭了，其实太热，真的好热。脱，好了，就这样子哦，没有了。哦，谢谢我的粉丝们，然后有人从北部来、中部来，还有南部，谢谢大家，谢谢。来哦，一起唱哦。犹原是落雨暝，野山陪你行，想当时行斗阵，两人相偎，情海是多变卦，目屎像雨声，流浪敢有。无
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你若无心莫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刚刚有听到你们在唱了，待会呢，第二段就让你们唱大声一点哦，谢谢。是落雨面，野山陪你行，想拢是行到底，两人相偎。情海是渡变大，目屎像雨声，流浪敢有脚纸？无嘛准线，来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你若无心莫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哎呦，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你若无心莫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谢谢，雨伞姐，谢谢大家。我说起就会想到你跟那个方欣欣姐的那个 MV， 真的是太有爱、太有感情了。对啊，你往里面报名金钟哦哈。金钟哦。哎呀，你这个 N。我跟你讲，其实去年啊，真的是收获的一年。是。大家疫情的关系，2月开始渐渐的工作什么取消都延期啊。我也顺便广告一下好了，今年呢，那个《孟婆客栈》歌仔戏应该会在今年上。对。等好久喽。对，那因为我家己嘛，我 N 嘛，丢了。对，那当时呢，每次演完回家都说差不多了啦，这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部戏了，我不要再演戏了。但我跟你讲，杀青之后，我2021年除了小巨蛋，我想要再接一部戏。我想要再拍。真的有演出兴趣哦。对，因为现在会去看一些影集嘛，或者是电影，你就突然间会有一些职业病跑出来，就说哇。今天看这个演员在演，我自己会想要用什么方式来诠释这个角色？对，所以戏魂爆发了，喜欢了，对，所以以后不只要当歌王啦，还要当那个戏王啊！希望啊，对啊，挑一些角色来挑战一下，对，我觉得蛮好的耶，蛮好的啊，真的是。然后你今天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身后啊？你看这个可爱的气球啦，是，对啊，哈，跟我的10年如梭，岁月如歌，许富凯时歌，2月20小巨蛋是我们这个粉丝自发性帮你做的耶应援物，对，北部、中部、南部，其实他们都很团结，然后都很愿意帮我做这一些小可爱的东西，对，而且我每次回来高雄巨蛋。不管是做什么活动，基本上都会有气球。而且你要一飞冲天嘛。谢谢那个来。
碧霞你多，都瞎了，你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哦，感谢啦。还有那个我们那个潘素霞一起，对。是哦，都是你的这个超级铁粉，很照顾你啦。跟了我十年了。是哦。对，10年了。然后你看，除了这个高雄的这个粉丝自发性有这么多可爱的小气球之外，昨天中部有人送橘子。送橘子。嘿。还送内裤哎。你有亲无哈？有亲亲无？那领内裤是我要第一的小巨蛋要亲的啦！哎，各位，一出场你下面都不会亲，跟他要亲一条。无来不是啦，不是以超人的姿态出来说，哦，徐福凯一飞冲天了。姐啊，冷静哦，冷静。对啊，但是很感动的。是啦。然后你说北部的，因为这一次因为2月20要在小巨蛋办演唱会，所以我们就把签唱会移到中部跟南部。但是这些北部朋友还是有下来，我很谢谢他们。对，刚刚这一群可爱的北部小粉丝还跟我说，哎，我们送一盒那个柿子啊，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对，你家啦，谢谢，就感动哎。可其实我还很好奇哦，因为徐福凯有多次访谈里面提到说，过去很多人找你去小巨蛋开唱，是，但你一直说汤，我不爱。而且已经打电话跟你讲2、3年了，你都说不可以了，还没有吃吧？那这一次怎么啦？因为呢，前2次，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左光平先生，他就打电话给我传讯息了，然后说凯，你要不要来办演唱会啊？哎呦，我们都准备好了，只剩你点不点头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啊，我那时候自己累积的还不够，你知道吗？哎呦，谦虚呢。真的，我一直觉得我累积的不够。到了第2年，有一天我在北部的家里吃饭，我妈在边在吃面。有妈妈在吃。然后我讲叮咚凯。那你思考的怎么样？今年应该可以了吧？你过来啊！你过来啊！我跟我妈讲，有人要找我办演唱会呢。然后我讲，那个陈振川先生要找我办演唱会，这么大的一个天王要找我，我想说天哪，怎么办？然后我妈就说想买。你讲有想到，其实压力足大的呢。我凯妈竟然讲唔通啦，然后心动嘞，还边吃面边完蛋嘞。你妈这样就勾追的，很可爱啊。对啊。所以他觉得你喜欢，你自己觉得你准备好了吗？你可以了吗？对，那我自己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自信的人。对，那到了今年刚好拍戏下工之后，就在那个信义区的那个路上这样走，然后呢，叮咚过来啊！不找我了，直接找我经纪人。了解。解开可不可以办演唱会啦？明年。然后我的经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要不要？我说好啊，可以啊，来看看。早知道就直接找经纪人姐姐就好啦。也不是这个原因啊，对不对？就是那时候对我来讲，好像似乎可以了，因为这康展嘛，每年今年第10年啊，对我来讲，一个里程碑啦，所以总是要做一些大事嘛。对啊。所以10年有成啊，真的，一切已经这个紧锣密鼓进行中，讨鬼新鬼啦。你的喜后话跟站上台享受你的舞台就没错了。对我今年也没有办法回来过年，就只能在台北闭关了啦。闭关了，然后开始练歌了。对，是。好，我觉得这个今天机会难得，高雄天气这么好，你今天也穿得这么帅，我们先让这个现场大家有点拍照的机会，好不好？我先帮你保管麦克风。谢谢。10个背板前让这个许富凯让大家拍个照。对，你可以立即把你正东 Q 位啦。好，来，下腰，你先背板前先大拍，让他们拍，对，让歌迷可以收藏一下你的帅气的这个 pose。对，我们先来拍，我想说要好看一点，还是要穿个外套？没，我想讲你啊，你搁要疼我想讲今日个头条啊，造型啦，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徐富凯很有品味，很潮牛对，就爱有配搭啦，爱配色啦。好，来给现场的粉丝、歌迷，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捕捉一下许富凯回到了家乡高雄帅气的姿态。许富凯真的是从去年开始认真运动、健身，然后呢饮食控制，所以现在真的在一个蛮好的体态状态。大家看那个10几年前的照片，到现在有差啦。真正那阵的歌名的夯拎啊，基本上干嘛？哎呦，男人的线条有没有？好，来。小凯右边，正前方左手边，对，你就随意的散发你的行走的费洛蒙，各位就是那个像
它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花，我们都是蝴蝶来采蜜。哎，长得好像怪怪的哦，歪去。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背转身哦，拍一张照片。来，我们的官方摄影师，来。 怎样？他要下楼梯。哦，是哦。别用心。对，官方摄影师要一路奔跑到舞台上来，那我们就背转身跟大家。那你们手上有这个气球，就可以麻烦借给我们，或是小凯的海报、专辑。 都可以拿出来哦。是。对对，我们把这个场面给它记录下来。2021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很感谢 90.1。耶。对，请再给这些工作人员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我们这个汉神巨蛋。哎，有保镖，我第一次看到呢。哎呦，感觉我们很有气势。好，来，那这边。 好，来，我先往旁边站一点。好，然后大家一起说：“许富凯，你好帅，好不好？”给他一点自信心，他就很帅，给他帅到爆表。好，来，1、2、3，许富凯，你好帅！还有 echo， 好，来拍个照。 谢谢大家哦，感谢很多可爱的长辈啦，姐姐哦，刚刚说早上啊6点、8点、10点就来这边等许富凯了，感谢大家的热情跟爱跟听糖，真正非常感恩呢。哦，哎呦，有拿气球给许富凯拍照哟，霞姐啦，好来，哦，舞道具啦，哦来哦，这个一飞冲天。 等一下，我们希望说那个最后的一首歌，因为许富凯今天回来高雄特别加歌，最后一首歌唱完，哎，你要升那个天外奇迹就飞上去。对，一样是跟大家还是来，好，摄影师在背板前方先拍一下，感谢大家哦，你看缤纷的感觉，也希望这个小凯呢，2021年真的在大家的关怀跟注视之下呢，台北小巨蛋唱成功。 自己当老板吼，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这次给大家一张很棒的音乐时歌专辑，来跟大家再拍一张大合照。我说台北小巨蛋，大家说大成功好不好？好，来1、2、3，台北小巨蛋大成功，赞！耶！来记录一下这一刻，不得了啦！也不要忘记哦，在我们这个 HitFM 的90.1高屏广播电台的大合照里面寻找你的身影。好，谢谢。所以小凯是今天是不是还有加歌？对啊，我觉得接下来我准备的这一首歌，比较特别，因为这首歌充满我高雄的回忆。真的哦？对。我以前还没出道之前呢，我是在高雄的舞厅驻唱。对，所以我有很多的唱歌的一些功力都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呢，这一首歌一定要在高雄，一定要在高雄市唱给恁大家听。好，含泪跳恰恰。含泪跳恰恰，有嘞。来哦。恰恰。 安，唔通抱啊抱甲这未来，莫问敢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份无怨叹。虽然今嘛土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 我嘛犹原不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离开，踮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是甘着珠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 谢谢，你手机给我好。
你抱甲安安安，通抱啊抱甲这为难。莫问敢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分无怨叹。虽然今嘛拖甲这凄惨，谢谢。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来啊，一个来。我嘛有缘不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你牵，双手举高一下，踮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是甘着自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轻松松，我甘愿孤单一个人，踮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是甘着自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轻松松，我甘愿孤单一个人。谢谢韩瑞跳恰恰，谢谢你们。谢谢。哎呦，含泪跳恰恰。是啊。这首歌真的勾起很多你少年时期的回忆哈，很多的画面。因为呢，以前我在舞厅驻唱的时候呢，那时候其实什么舞曲都要会唱。对。那我常常把这一首《韩队跳恰恰》跟停工跳舞郎做结合 ，mix 在一起。对，所以就想到以前在高雄工作的状态。真的耶。回忆。所以我也很好奇，因为我记得这个之前访问过你，你说这个10歌里面的歌都是一些对你来说影响很深远的歌。是。但是不是每一首歌都那么好唱哦。哦，就掰请为了。对哦，好像有一些歌是那种大魔王等级的，对，比如连你都有点卡到。就是还没有录这张专辑之前，唱这一首歌都还很正常。然后呢，一进录音室要唱这首歌，整个就不对劲。对，我想说是不是还可以行天宫拜拜啊？哎，贵姐的会啊呢？对，就是这一首《孙景青春帮》。哦，孙景青春帮，你卡住哦。我卡住哎。哦，你今天办复仇节了吗？啊，不是。你就哼个几句啦，我吓我一跳。请问那个垫起来呢？要唱我也是可以唱。是哦。对啊。我想说给你一个复仇的机会啊。啊，好啊，来啊，来。啊，你真的要哦？来啊。你是说啊，干嘛啊？你有看了吗？如果没有，没啦，没看啦，你清唱啦。好啊，好不好？送你到火车头，我头着做你走。亲像长线风吹，双人放手着来自由飞。阮也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解说，看是藏在心肝底，较实在。谢谢。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哦。我是实力派歌手。对。然后这几年不小心练出了偶像的外表。对啦，真的谢谢。我真的觉得哈，那金曲的评审哈呢，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把酒勾就拿啊，无啦，不他安尼讲，他安尼讲，哎，不啦，他要尊敬，每个都是前辈，对，尊敬又尊重，但是希望那个早一点看到你站上你那个金曲的布灵布灵的舞台，然后。高雄对我来讲是我的故乡，哪一天我真的走上金曲奖的舞台，拿到这一座奖，我希望各家各户的朋友们哈放下鞭炮。哦，他话先传然后谁啊呢？对哦，他放落。啊，想说写一张，无问题嘛？你讲的哦，大哥。你讲的哦。啊，你爱翕相互我看哦。系啊，爱传你爱写用迄人呵。
然后许富凯对得金曲歌荣王，登歌王，哎呦，家家户户鞭炮放起来，靠你了啊！好，靠你帮我们那个集气一下没有，啦不是高雄很多人啊，是不是？哎呀，开玩笑，我们人气这么旺，对不对？谢谢。不过说真的呢，我看你那个脸书粉丝专页呀，有一段你在跳舞了，嘿嘿嘿，螃蟹舞哦，你也就搞的呢。我原本想说要那个什么韩律跳恰恰，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跳？简单的舞蹈，但是我想说太有点挤这样子。是哦，没关系啊，那你今天要不要跳一下？那你可以放一下前奏我听一下吗？前奏是不是？对啊。而且我跟你讲，我要考验你哦。怎么了？因为你今天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祝福。对，我的卡蛋哎，各位，可以跳完2个8拍，直接接唱祝福。2个8拍，嘿，我动作只有2个而已。我要得重复一遍啊。来啊！我要考验你的反差萌哦。好，准备哦，1、2、3，来，嘿。2、2、3、4，3、2、3、4，4、2、3、4，祝福。好害羞，直接情绪转换哦，你是演员收放自如哦。来，祝福。祝福。是二姐的歌曲，然后在这边呢，大家是不是有看到二姐给我的话？我们来谢谢二姐好不好？1、2、3，谢谢二姐，谢谢。再来这一首她的歌《祝福》。3月的窗边，幸福的窗边，阮美丽有你的情景。离开已经遐多年，拢无你的消息。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花开已经过时，不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哦，好多气球，谢谢。大家呢，今年的2月20呢，可以北上来看我的10个演唱会，谢谢你们，谢谢。花开已经过时，不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你们会唱了吗？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祝福你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谢谢。
谢。哎呦，还没啦，气球放着，还没，气球还没，气球还没。你们怎么放枪？最温暖的祝福来自许富凯，谢谢。谢谢哦。哎，待会汉城巨蛋上面的楼顶哦，应该很多气球。对呀。一飞冲天啦！谢谢，真的这是来自于歌迷最好的祝福，但是大家还没气球还没有要放，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拍下来啦。对。哎，不过说真的，你刚刚唱的祝福，我觉得是一首听起来就紊乱的歌。其实在淡淡的，那时候二姐发了这张专辑，我记得收录在《爱丢》专辑里面。然后呢，这首祝福不是主打歌，但是我那时候一听，我就一直在听，希望有朝一日是有机会可以唱这一首歌。对，结果就收录在我的诗歌变成你的主打歌之一啦，对不对？对啊，所以要给大家，你看这么多可爱的歌迷来支持你，要给他们一个最好、最温暖的2021的祝福。对啊，2021一定要祝福大家。2020过去了，我们恭喜2020，送走2020，慢走不送，真的不要再回来了哈，就这样子。对，所以呢，2021是个崭新的开始。我希望大家呢，在1月份这个年初的时候，然后呢，重要的就是赶快把我那个10个演唱会的票准备好。哦，2月20。大年初9，天公生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离天公最近的那一天，就来好好听我唱歌，好不好？对，然后呢，可以安姑过来小巨蛋的门口，一直点啊熊，改嫁了，保平安。哦，够仪式，他走了丢啦。对啊，我们本来想讲要办一个小巨蛋万人拜拜，但想到会水泄不通，算了。哦，哎，唔汤。对，你们就自己拿安姑柜。好，是，以后周边就出安姑柜了。哦，许富凯一面顶管。可以啊，然后把我吃掉，就说爱你爱到把你吃下肚啦。谢啦，对，你刚刚提到仪式，我们就来做一个仪式，好不好？好啊，放飞祝福的仪式啦。然后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气球准备好哦。我们让这个摄影师哥哥也来这边拍一张，大家呢全场把这个气球放飞，让这个2021年的祝福能够跟着这个许富凯的歌声一起起飞。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3、2、1，然后再把气球给放飞。我们会有这个摄影师帮大家拍下这一刻，准备好势呗？好，好 ，OK， 摄影师来喽，现场准备3、2、1，干嘛啦？快点！祝福许富凯10个专辑大卖！一飞冲天，拍摄啦！阿关落彩哦，摄影师哥哥还没准备好哦。小丽有无？有答应无？哦，你专业，我想讲你起来已经准备好势啊，讲我错一个。哦，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啊，很用心，跟我从台北下来的。是，谢谢所有这么多可爱的朋友，也很多人从外地来，谢谢。等一下结束，你们就可以去那个巨蛋里面吃美食，然后逛一下街嘛，对不对？推荐吃哪一个？吃哪一个？高雄美食啦，讲起来。后边有一个绿豆汤啊。哦，我记得，对，那个很有名。真的哦。可以吃一个什么吐司夹蛋吧？加蛋，感觉好加。对，刚刚你已经有歌迷还送了一些吃的到我们那个帐篷这边来啦。哎呦，早上是倒灰，今仔是什么物件嘞？我看刚刚是倒拎哦。倒拎啊！你知道我在健身要补一些那个蛋白质啊，对啊。好了，那我们就歌也唱完了，也聊天聊完了，是。接下来就是许富凯跟大家的时间啦。嗨，谢谢。好，让小凯先休息一下下。谢谢你们。等会儿见。谢谢。好。哦，来买专辑的部分，我来讲就好了啦，你去喝水啦。不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当主持人今天。你真的是好，底下各位海盗船那边啦，海盗船那边有那个5大唱片在贩售许富凯的10歌专辑啦。对，那边，酷气的旁边。啊，买起来，等一下就牵起来，牵到手软，不要的。啊，自己加什么戏呀你？好 ，OK。可爱的富凯，那我们呢？